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29。以赛亚书56章1节安尼讲：耶和华安尼讲，恁着守公平，行公义，因为我的救恩已经近，我的公义要显明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守公平、行公义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，你的道路是正直的路，你的判断是真实无虚假，你的所做是公平正义。主啊！当世界是充满黑暗的时，求你帮助阮抓牢你的应允，互阮通照你的话来行，通伫生活中来见证荣光你的名。主啊！愿圣灵家己容易对着私欲、情绪、甲世俗的标准来行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所行的不义，所存心中的歹，洁净阮。互阮活倒转归向你，因为你爱阮，着守公平，行公义，因为你的救恩已经近，你的公义就要显明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